好，我係李家國 Toby。我哋今日會睇一個雲都嘅 K 室單位，單位嘅實用面積係482尺。事不宜遲，我哋一齊望下呢個海景單位啊！由新世界同市建合作發展嘅雲都，係喺2004年入伙，共提供1132個單位。今次睇嘅戶型係3座 K 室，K 室同 A 室都係同一間㗎。一打開門會見到一個長而方正嘅客廳，行埋去窗邊嘅位置會望到一個好開揚嘅海景。原則係2房，業主就改動咗，將原本嘅呢一個房間嘅位置變成客廳嘅一部分。我哋行出去露台會見到一個極度開揚嘅海景，由西北海望到東北海，非常之舒暢。我哋再望返入屋，打通咗嘅客廳非常之闊落，呈 L 型嘅設計。我哋再望埋睡房，睡房做咗組合嘅衣櫃，入牆嘅床，景觀都係望返開揚嘅海景。客廳擺放咗少量嘅家私，及門口嘅位置做咗一個組合櫃。洗手間非常之企理，係浴缸嘅設計，帶有明窗。最後我哋望埋廚房，係 L 型嘅設計，非常之實用。如果大家有興趣睇呢個單位，可以同我聯絡返。